快吃快吃！妈，怎么了？老师，你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妈，你又说这些，我不是一直会在你身边吗？那也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周杰，哎，从今以后我就把小芝交给你了。他一定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他好的。来，喝杯酒吧。哎，你少喝一点啊。行了行了，好了。妈今天高兴，让我多喝几杯吧。行，你们去忙啊。你少喝点啊。来了来了，来，各位啊！快吃，小杯吃啊！厂长，大姐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工作中多多帮助小芝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我先干为敬。好。你吃点菜吧。亲家，这杯我是敬你们的，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对小芝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我听懂了啊！来，听大家啊！吃点菜吧。各位，我有一句话想要说一下。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，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，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没有她命好，也没这个条件，我替她高兴。这第二杯，我要敬小芝和周杰。我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幸福，把日子过得幸福美满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这第三杯，我要敬我的亲家。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对小芝好，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。这肯定喝醉了。什么？那你别喝了，多没事。你们真的不能喝了，你们真的没喝啊？不是，咱们坐那儿先歇一会儿好吗？坐哪儿？就坐这椅子这儿歇一会儿啊！来，吃点菜吧。小姐，给尝尝亲戚。哎，厂长，主任，来，敬你。干杯！厂长，谢谢来，快吃。大家听我说啊！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，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？不会。嗨，别闹！这新娘别不好意思呀！你就别闹。我会。哎，你慢点吧。浮云散，明月照人难。今天唱这歌，这可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呐！妈，唱什么呢？厂长，可能喝多了。再坐一会儿，别走啊！哦，坐一会儿吧。
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唱了，妈，你别唱了。妈，妈，你再坐会儿吧。跟我走，想吃点。怎么了？妈，你别唱了。妈，你别唱了。妈今天高兴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慢点啊，慢点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人都走了？是我唱的不好吗？芝，我唱的不好吗？啊？妈妈唱的不好吗？你闹够了没有？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哎，妈，妈，这你还不过来帮我一下？这，妈。慢点，妈。抬脚。都被他搅和了。就别说了，他都已经喝醉了。那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就被他给搅和了。妈没人陪行吗？我也不知道呀，他从来都没喝醉过。爸，您怎么了？你给我滚！老子没你这儿子，你给我滚远点！爸，滚！我不是你爸，你也不是我儿子，滚！
别想了，快睡吧。都怪我妈，就是她惹的祸。明天起来，别说妈了，她今天都喝醉成那个样子。你还想着她啊？怪不得她说你好。我没向着她呀，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。今天是咱俩什么日子？我要对你说，我会对你好。干嘛呀？邹杰说你醒了一定会口渴，给你放杯水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。我怎么了？你喝醉了？什么时候喝醉的？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？昨天我干什么了？昨天是我结婚。啊，你借了辆车参加我的婚礼，你忘了？你喝了点酒，你在我的婚礼上，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？我做了什么了？你唱起了解放前的靡靡之音。我唱歌了，整个婚礼都被你搅和了，你还扭着跳舞，你像个女流氓。小芝，怎么讲话的？谁呀？还能有谁？是我丈夫。就是因为你胡闹，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小芝，赶紧走了，我们上班要迟到了。走了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我上班。刚结婚就上班啊？没婚假呀？你好好歇着吧。哎呀，小苏，你们不休婚假呀？待在家里也没事儿，还不是来上班呢？是吗？你们可真积极哦。哎，小苏，小苏，你妈昨天晚上唱那首歌是不是叫《花好月圆》啊？清浅池塘鸳鸯。王大姐，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凑份子钱。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，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了？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，人家反映到我这里来。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可反映的？这些人有病啊！你说，你在婚礼上都干了什么？吃饭、喝酒，还干什么了？我能干什么？你想让我干什么？你在婚礼上唱什么歌了？唱《花好月圆》，这是30年代靡靡之音之歌，你也敢唱？真
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去。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？你说说你啊，我怎么说你好？净给我们街道上抹黑。真应该给你送去劳教。我管不了你，让国家管教。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，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。这回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，你当着他们的面，你不撞都不行。我怎么处理你？你说。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。那怎么办？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，你怎么处理我都行。行，那要看你以后的表现。你先交一份检查，写好了送到街道去。你慢走啊。你知道吧？你跟邹杰的婚礼，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。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！啊，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！我们是劳动阶级，那根本看不惯，还搞了辆车子来，啊，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？啊，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。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？啊！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，这都怪我，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。哎呀，小苏同志，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，简直是坏透了。那今天一早，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，这就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。好了，区里的技术大赛啊，你就不要参加了。你现在在厂里的目标太大了。娟儿，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呀，不能因为她就取消我的比赛资格。你上次还不是跟我说了吗？让我坚持到最后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是，这可是厂长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哎，这不是宋芝吗？他妈昨天晚上唱的《月之夜》。双双对对，明月照人来。真逗啊！主任找你干什么呀？还是说，昨晚我妈唱歌的事儿？又不是你唱的，找你干什么呀？我妈昨晚唱歌的事儿影响特别大，厂长都知道了，厂里要调查处理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厂长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主任说，这件事情可以上纲上线。他先取消了我参加劳动技能比赛的资格。你焊接技术掌握那么好，完全可以拿名次的。都是我妈影响的。小杰，来，多吃点儿。哎，谢谢妈。吃，来，你也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啊。我一会儿呀，给你们去烧点热水，你们泡泡脚解乏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
王大妈把我叫出来。王大姐下午来找过我了，她也听说昨天晚上我乱唱歌、犯错误的事儿，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，明天交给她。你写检查倒是蛮勤快的。那这，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了，她不是也在积极的改正吗？是啊，我有错就改，保证以后再也不犯。改正错误，不是你光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。你要不彻彻底底的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认识，不只是唱歌的问题，其他地方也很容易犯错的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一定深刻的检查自己。你写检查倒是有时间了，让你写我爸的说明材料，你怎么没有时间啊？我爸的材料你打算什么时候写？我努力回忆，争取就这几天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哎，小杰啊，我刚才找了一块木板，把你们的床加大了一点，你们睡起来也能宽敞一些。好嘞，谢谢妈。哎，吃。你呀，对妈要有耐心。她是咱妈，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他还四处给我惹事儿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这都多少年了，他还有旧社会的坏习气，这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进步嘛。小点声。妈上年纪了嘛，让她改变本来就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我们才要有耐心。你别替他说话，那居委会上年纪的人比他少啊？你看哪一个政治思想觉悟比他低？我的出身的问题，他又不是不清楚，这对我的前途有多重要，那他就是拖着不说。你说我都不清楚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不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妈，咱们就是得有耐心，慢慢做她的思想工作呀。谁跟他走得近，谁都会倒霉的。要是他不唱靡靡之音，我们也不会被你爸赶出来，工厂里也不会取消我参加劳动比赛的资格。我也对不起你，还拖累了你。说什么呢你？你看，妈都把咱这床给加宽了，以后咱俩可以随便翻身了啊！主任今天跟我说，让我回家跟我爸谈谈去。他现在也知道我住在你家里，说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。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那我就今天下了班回家看看吧。那我要不要回去啊？不去不去，你知道我爸那人死要面子，当着你的面他会更强硬。行了，在这儿给我放下吧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回去啊，别跟爸发脾气，好好跟他说。我哪还敢跟他发脾气啊？哎，你把车骑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车回去。那我送你回去好吗？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走吧。那你自己慢点啊。知道了。走了。哎。
到底，看你怎么地。哎，哟，撞到我口上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能我就走这个，我就走这个，怎么了？我喜欢走这个，我就走这个，我就不信你们凑齐，怎么了？我就走这个。啊，哎，小杰来了。哎，马上宝啊，哎，宝宝好，宝宝好，儿子回来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快想你去。咦，好，接着想。想哪儿了？哎呀，我走错了，怎么了？不能回。不回。以后小杰要是不回来吃饭，早点说一下，省得做多了。他是临时被公主拉走的，干什么去了？喝酒去了？不知道，没问。自己男人干什么去了，一定得知道，免得以后。今天又被拉去被服厂干活了，腰酸背痛。这是应该的。应该什么？看你明天回来吃现成的。你回来了，爸妈说你要不回去吃饭，睡觉也不要回去了。看忘了，走，回家吃饭。哥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？别理他，回去。哎，爸，爸。小杰回来了，谁也不许开门。爸，我跟您谈谈行吗？你不是外面有地儿待吗？你滚回去啊！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啊？那我还非得弄出点什么动静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这么大气？跟你爸没谈拢啊？根本就没谈，我爸根本都不搭理我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想说。你这又瞎折腾什么呢？练基本功呢，练臂力。主任都说不让你参加比赛了呀。我又不是为了比赛活着。再说了，万一主任他又同意了呢？咱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哼，行吧，那你等着吧。哎呀，饿着呢，还没吃饭呢，有饭吗？有，给你留了，在厨房，你自己热去。好，小志下班了，王大妈。哎，你这么晚才回家啊？这街道上啊，婆婆妈妈的事儿比较多。这不，阿庆和他老婆打起来了。阿庆他老婆可真够厉害的，把阿庆给抓的呀，满身都是伤。我这一看，我都不知道说谁好了。你说阿庆吧，一个大男人看着还怪可怜的；说他老婆吧，我们又要保护妇女的地位。哎，再说了，这不是他老婆把我们街道叫去的。我这一看，我真没法。哎，你们先聊，我做饭去了。王大妈，我妈最近表现怎么样啊？有进步。不过呢，街道上那点活啊，还是盯不下来。她现在的表现比以前啊要好多了，极多了。反正啊，你就多教育她，她这人太娇气。你放心，那我先忙去了。哎。
妈，我让你写的我爸的材料你写了吗？没呢。我求你写个说明，怎么这么难啊？最近接到备付产活多，没时间，得空了再写啊。明天是休息日，你总有时间了吧？让大姐说明天接到大扫除，没空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？我也不清楚，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，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。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，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不告诉你。走起，你看他就是不说。小芝，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？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。难言之隐。还不睡啊？我明天去趟图书馆。去图书馆干嘛去啊？我去找点资料。不是，明天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做技术培训吗？哎，那回头再说吧。明天是礼拜天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这么着急，你查什么资料啊？我去找我爸的线索。你都不知道你爸叫什么，你怎么查呀？我妈跟我说了，我爸是个报社记者，是抗日的积极分子。是，全当你妈说的是对的，那你怎么查呀？我有办法呀，睡觉。星期天还让你大扫除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没事嘛。你怎么没跟芝一块儿出去啊？啊，他跟他们一帮同学出去的，我去也多余。前2天你跟同事出去没带他，今天他又不带你，这可不像新婚夫妇啊！新婚就应该如胶似漆的，你去哪儿他跟着才行。哎呀，我们俩都彼此信任对方，而且充分给对方各自的空间。不能给对方太多的空间，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的。会有问题的妈。好了。哎呦，我来。哎呀，慢点妈。家里有个男人真好，这样的活我跟小芝加一块都干不了。你去歇会儿吧，这是。不用，我捎带手就干完了。小杰呀，哎，你住在我们家还习惯吗？如果有什么不习惯的，你得告诉我啊。习惯，好着呢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家呀，20多年也没个男人了，其实也挺辛苦的。你能够跟小芝结婚，住在我们家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哟，是不是王大姐呀？她又要抓我去学习班，你去看一眼。如果真的是王大姐的话，你跟她说我病了，
头疼得很啊！去看医行，生。好嘞。哥，哟，燕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让我给你送过来，你得换洗衣服。哦，哎，上来说吧。算了，妈说不要上去。怎么了？气还没消啊？妈已经好多了，她还是想让你和小芝姐搬回去，就是爸的气还没消，可能要缓一段时间。哎，哥，你在这里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这。哎，我嫂子呢？哦，她有事出去办事了。哥，其实爸还是挺喜欢嫂子的，主要是讨厌他妈，说他妈是狐狸精。嘘，小点声说话。其实小芝他妈人挺好的，只不过就是那天晚上乱唱歌嘛，她喝酒了，不受控制的。他没喝酒的时候穿得像个妖精，还租了个小汽车摆谱。别说了，还嫌事儿不够多，还添乱是吧？你得替我好好劝爸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哥，等过些天爸气消了，我再来告诉你啊。哥，我走了啊。好嘞，路上小心啊。好。妈，不是王大妈，是我妹子给我送点衣服来。小杰，你出来一下。哎。小杰，快坐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泡茶呢。这些都是英国货，是芝的外公留下的。来，你尝尝，这个奶茶好不好喝？以前我总是在外面吃吃喝喝的，高士满还有国际饭店的红茶、伯爵茶都不错。今天中午我就不做饭了，我们两个就喝奶茶、吃饼干，行吗？行。来，再给你倒点儿。同志，我们这儿下班了。我知道了。妈，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？妈，我问你啊，我爸是不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？神经吧？那是不是协和报的吴江？你就胡猜吧。生活晚报的辉子？无聊不无聊？还有啊，神枪报的聪。妈，我爸爸是不是叫聪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你听着啊，聪不仅在37年10月到38年10月在该报做时事评论员兼摄影记者，他还发表了多张抗日照片，有学生游行的，还有上海商家抵制热货的。你怎么发现这些的？在图书馆，我今天查了一整天的资料。20年了，
还保存着吗？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都有的。妈，我爸爸是不是叫错？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？你还没跟我说呢。以后再说吧。